大家好，今不樣嘅上嘅大家分享吼，用班人讀阿拉伯，冇興趣嘅人唔怕冇答上嘅吼，有興趣咪看吼，阿拉斯吼就28隻，係講牽起來就變7個呢7個 prisma， 1、2、3、4、5、6、7。1、2、3、4、5、6、7哈，最難寫嘅呢隻是按度哈，這個單隻最難寫嘅哈，你大下兩隻要幾棍嘅啦，按度呢隻念多，呢隻念多，你看個差別只有呢隻點啊你，呢三隻是就個偏雙嘅叫啦，呢隻是念 kaf， 呢隻是念 mim， 另外呢隻是念 ya， 呢四隻是同咕嚕貝啦，要搓一條線，呢隻線下呢隻點嘅，按度念 ba， 線上兩隻點嘅念 ta。雙三隻點嘅念沙，雙一隻交個隻點嘅念花，呢五隻是要隻交咧大漢，在大漢用隻交，呢隻要念 jim， 呢隻念 ha， 呢隻念 ka， 呢隻念 oin， 呢隻念 kain， 呢六隻是吼嘅後背唔可以接事嘅，貼片唔可以接事嘅。呢隻念 alif， 呢隻念 dal， 呢隻念 zal， 呢隻念 ra， 呢隻念 zai， 呢隻念 wow。要最後呢七隻是，呢七隻是你看佢要佢交用人交上去啦。係嘛？交上去啊！呢隻念 sin， 呢隻念 shin， 呢隻要念 sod， 呢隻念 dot。啲差別嗬，呢隻要三隻點，呢兩隻要差別一隻點。呢隻要念係咪嗬？呢隻念 ya， 呢隻念 ya， 但係要兩隻點。呢隻念 lam， กับ呢隻念 nun， 這裡嘅是了。家下係翻教你到用班人接個阿拉斯嘅做小殺是係真小殺，過了每隻是就三種變法，即像英文到英文要提示㗎寫示啊。要大嘅啊，細嘅啊咁嚇，呢些要三種，每隻是要三種變法。要空嘅就翻教大家用班人圖呵 ，OK， 拜拜。